难夸，那真是少见多怪。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是俺老爷扶持大寿，我娘家个生意脂肪亲来把手呀。搿送来个手礼们，至少要用20-40条官船装到襄阳来，搿么才叫真正的热闹嘞！啊，要用20-40条官船啊！是啊，这里面的东西是看不清嘞。是啊，这是数不清噻。搿么是呀，我放假好夫是天下分明的呀。像我辣辣娘家的辰光，俺太老爷做船啊，不是别个，单水船单么，水至3洋。搿许多说他，搿房子里放不落在，房子里是放不落嘞。放得落。我放假但是厅堂嘛，就有东花厅、西花厅、南木厅、翡翠厅、白厅。老夫人，搿房子到底有多少大啊？搿房子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嘛，倒也不小啦。东花厅到西花厅，一条长廊富里镇，前巷门到后巷门，三年呀走不拉行。这个房子啊，不要他们看到过，就是听到过嘞。前巷门到后巷门啊，是三呀走不进了。我这都上出来呀，没听到过啦。那没听到过的事情啊，说是老外语了嘞。我王家把牛顶来比赛高，江阳南关子啊金兵，赛我是子内我娘真子铺路。还不当一像黄头娘，我总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年，我嫂娘死的就送过一座珍珠宝塔，千年开的个娘名字，传承玲珑它千层。娘子怕我要难过，凭空自己理解他的。白天青呀鸟声，黑夜放光，不用等啊。是我放假个传家宝，家是光速相生啊，配手作为。对家分，天用富贵做高啊命，天用富贵做高啊命做高命。老夫人，搿宝贝，讲这半天，哪还没看见过？是啊。搿座珍珠宝塔们辣那小家的房中，等候有机会啊，拿出来，不让大家开眼界。谢老夫人。红云姐与亲戚到，老夫人刚进那大洋神，医生来了。我是哪家管太太也是屋里来了。红云啊，侬去看嘞。是。红云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有讲我呢？老爷吩咐，先请方大爷到兰云堂见过父亲，随后香堂沐浴，更换衣裳，配起高头大马，再配十六里单，随后门上马，前门下马，这是我方家的体面，也是陈家的光彩哦。爸爸，可你一人啊，来来来，喏。我怎么会弄错呢？快去禀报老夫人知道啊！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圆圆啥个喜啦？方大爷来了。哪个方大爷啊？那就是河南的方大爷。啊，我娘家个人儿子方阿庆来着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个今朝啦，真是一天之喜啦！我是日呀想，夜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实在。哎，红云啊，快快有请有请！老夫人，方大爷的打扮与众不同哦。看哪个啦？你身上穿的衣裳是一块一块的。哦哟，那啦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可是皇上亲赐我那个八宝衣啦。跟你脚上穿的鞋子，张开嘴巴为吃人哦。哦，这叫虎头须，也是一件宝来。红云啊，快快有请有请。是。今朝啦，正是那个少妇，少时见了方大爷，看头领赏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，今朝我真是三生有幸，可以见识见识老夫人的正义之在。方大爷，请最近一鼓动帅气，帮忙叫我幸福来着。河内头青稻香扬，暗涌堂上见姑娘。一见梦情，别了阳。姑娘在上，小色芳情百景。起来，起来！早早恰恰喜当了啊，喜当了。这位夫人，快到内堂饮茶，内堂用茶。红云啊，来，侬阿会都弄错人懂哦。不会弄错哦，老爷吩咐，现在方大爷进宫夫人，转为香堂沐浴，更换衣裳，背上高头白马，再备16里单，从外门上马，西门下马，见过我家老爷，可是方家的体面，还是真干的去！哎呀，老呀，那么侬真是糊涂懂贼呀！既然晓得阿庆搿样子的狼狈，侬为啥偏偏叫伊今朝家进门？要是拨了人家看镜子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哎呀，是阿庆哦，姑娘哦哟，朱姑娘的是日呀想，夜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实在。哎，侬坐动啊！姑娘在上，哪有小色的所谓？看侬路远迢迢家来门，哪有不坐之理呢？坐动。此次告诉了。姑娘，小
要是居位之言，金凤母命，他倒相要。哦哟，我嫂娘记性真好啦，晓得今朝是俺姑爹扶持他手，叫俺孙儿子不远千里赶来，等俺姑爹做手来个啦哦。我嫂娘们是要面子的，他送来的寿礼们也一定是体体面面，他光光彩彩，让我叫我的孙出来收寿礼去啊。姑娘，要是不知今日是姑的寿日，必配寿礼，万望姑娘见谅。做姑娘的们哪会计较侬个手礼嘞？说动说动，搿真是穷困斗嘴啦，连道理都没了啦！阿青啊，搿侬吃饭出门嘛，必不得在家；搿侬个新郎嘛，也该打扮个呀。姑娘，你真是我母子莫言的刺激我。自从姑娘相娘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连灾，3年换荒3年老，15成家9不才，我家不应早为落，判官家在花人回，母子不有起身的，只落得苦受问堂。好在，不要再讲我去呀！哦哟，搿真是阿弥陀佛啦！介许多个叫我，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嘛，方家才是早年生，后代为留子不孝顺。你在家贫困，谁知道母姑要过来向娘出村啊！你平日来自到外遇哭，今日里随堂作乱总家兵啊！只要是别人都能上端，就是我那情深恶毒，你宽安情。这是穷鬼上门做好事，倒不是趁早刚发宽心。阿青啊，跟侬讲吃饭不是等那姑爹做寿来个，看侬路远迢迢赶来，想必是邻居要事了。也来向姑的姑娘问哦。好个，哥们喊你放望堂内表姐，也好，哥们想必还有那三嘞，那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还有啥个我不好讲你？姑娘啊，小的情多3年篇，西藏银湖10余年，要待来山应死去，真乃是元囊羞涩少盘川，得到襄阳皆考本。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要讲假呢？干么侬要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怕人300两。300两啊！哦哟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人是用本短啦！一开口就300两哦！阿青
黄金贵好起个呀，有300两银子，怕啥个用上呢？姑娘啊，100两做路边银，100两当安家用，100两我正等啊银章上进这个刚打起来嘛，这300两银子是要的，不多啊！这银子我们加多少，用上都怕得停当当在啦。怪不得我放假加多一份人家，我都被伊把得加快嘞。阿青啊，那么俺姑娘来什么？这爹爹总该好商量个哦。多谢姑娘。嘿。还不晓得300两银子够不够嘞？绰绰有余。哦，那么阿青啊，俺亲眷们归亲眷，这银子总归要归银子个呀。侬今朝家嫁得起嘛，打算几时个都来帮我还你。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本领奉还。那。这一刚刚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自家姑娘面前加点银子嘛，我要撒个礼的嘞。小生失言了。阿青啊，这侬讲有子功名嘛，你就来还拨我。干么侬要是没功名呢？那不是讲我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。这功名2个字啊，岂能像30岁之头日田路？那个容易嘞，姑娘啊，小日贵妇自见人，事情巧比盲目言，派我把娘早生气，就也判到教子啊言。这代一旦风涌起，平地不要是上啊青啊天。玉子气，这不瞒我个亲儿子啊！上年到功名本是命啊里的，富贵从来是不拉有人。姑娘虽有再便宜，只怕侬讲究功名忘记心。姑娘啊，气色飘慕小欢心，困守铺要绿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不慌事儿我放轻。那姑人是有过人风，侬莫比姑人来比是身。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安，河南首富皆知名，恰为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风扫地来月拉当灯。姑娘啊，世上必见千年夫，人间哪有百年贫？莫道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快手今晚拍马策皇啊神。我看是高飞呀！你才能今晚把马策王啊城？姑娘我是伯牙蒙面小心，真乃是世上三部千年夫，那人间倒有万年贫。且快那古今多少道数字，潦倒一时最不拉翻身。姑娘我
王朝灭，三困关上比娘亲。我母亲一天之妻二家半，4天之内妻一生。放情乔子算一算，我母亲48天苦活命。堂上我双手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哪娘亲？要得回身。家里言因切莫太诚心，姑娘常有不到此，离别真悲要娘啊几分过若情，姑娘啊，今日头亲皆靠本，明年他必要龙衙门，常在平生临用之，不帮姑娘再陪阿青啊，搿侬要去上京关考嘛，做姑娘的哪有不成全侬之理嘞？常年劳动起来是国有情，我不招应谁呀招应？儿侬倘有翻身时，我也转光脸张金苏东，看样子今朝家发家是发过门在啦。不对呀，我今朝要是一块等于加倍300两，搿一银子大得起倒是用光在，民众们来加600两，后天要来加1000两。哦哟，搿个样子加下去嘛，我陈家搿门家当也要被扒光在。再说挑些田金，总是填不满一个呀，发家。讲我总不能让伊空上3个回去了，搿本来人家讲大起来，总归是讲我姑娘不尽人情。多少加点不易。红银3块。
好，可时来3天也好，今朝啦真是不巧你。姑娘早来3日怎讲？哦，可侬要早来3天嘛？搿大表里个老师他得在茶房这里个楼上，伊拉们是来花娘的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自备娘布开开。葛么伊拉晓得我姑娘是落床好死的啦，葛么我投其之笔，啥家失落，一想么就是3不两。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我个3不两不想么也好讲不侬在。那么是来30呢？哦，搿侬要迟来3天嘛？那姑娘个手做过动作，搿做姑娘个放出去个私房铜钿嘛，也好落落实实个收回来再，搿么也好也不弄过。搿今朝啦，真是吃素碰着一大，不巧啦是不巧。此次小是告辞了。哎，阿青啊。搿侬啦是路远迢迢赶来的，搿做姑娘无论是也不能让侬空上手个回去的，我就是叮叮当当嘛，也要讲不侬个。红衣上花，哎，管不都出来呀？来了。那铜钿1000，3米1担。姑娘，哦，阿青啊。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路上做盘串用的。搿1担米嘛，侬背回去，娘儿子俩嘛，稍稍加接接。哦，顺便辣辣嫂娘面前也对我好言几句。就讲我做姑娘实在是没办法，搿一点点嘛，就想表表我的心意。哦，姑娘，小是受此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我，侬不要？哎哟，阿青啊，做姑娘的算尽家不能不讲，可是侬自家不要。所以讲大起来，就讲我做姑娘不请诚信，红颜上花，老夫人，伊不要把那拿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，好当发高呼自个是。好气，好气！四里姑娘太无情，言语轻我放轻。那人一天你一对，还说是当发言门就气的人啊！姑娘啊，有钱不可小穷人，富贵不能忘根啊本。常言道，穷的那会穷到底，富的那会富到根。正午常与翻身人，昆仑也能上天啊顶。先上后代铁不冷，手比过的老大人啊！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有啥不能讲啊？想当初老奶奶问有生气，穷途落魄生啊欢喜。因为我祖母爱在栽培他，后来在一直要进关朝啊听。侬写出事啊？哈！侬到来西窗跟在，是个那姑爹送什么事？干么意思？30个萝卜呀？那姑爹，哼，那姑爹上来嘛就是荣耀虎背个满腹盆菜，个头像西瓜是一时用过啦。可是做姑娘老早就宽正的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宽正大在，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！侬个只头啦，也不像冬瓜头嘛，也不像萝卜头，倒像只橄榄头啦！那搿
人家来动我呀，搿头像当然是翻身万难，所以落去侬是难免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这是尽都是所居上进，你头上早给于公阿明，你这是品德端正心德好真为名满爸爸那个心，你这是少年有为立大志，对我为出瓜路出的生我生，如今的在我难翻身，千岁昆龙怎能云？我老爷若难事与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有事分担侬姑娘啊，对他红尘难走，请姑娘你手我自从要留在我身啊！那，搿只我出上讲我对他红尘难走，搿分明是笑我膝下无子，搿背后不靠呀！侬跟我出上，侬拨我听懂，我不做不怎么样，半把年纪照过来在，我们要做到底在，侬个我出上啊！我看侬个忙对比见云霄，怎能头戴纱帽？我看侬做起点有介绍，怎能身穿高帽？我看侬是一关心有笑，高须真相装好。姑娘言从了，送啊，送我来了推推嘞！侬个名义早知听，穷举更让侬家儿更。姑娘一眼手宽真，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。侬放清咱与高官做，是非是龙康好处多传承，侬放清咱与高官做，少走平民会出动啊声。侬放清咱与高官做，6月王我率人兵，侬放清咱与高官做，王官出国边吉林。侬放清咱与高官做，是非是有了东山十先生，那朝中文史官人皇帝缺少保家生，东天王报西夏诏，一心要灭侬高北方亲。多等姑娘好教训，小人是马子头王积财心高士难哈里去啊？喂，这样不去见那姑爹在。表示衣衫褴褛，去见故地，岂必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罢。好过与之起过，干么侬为起个盘错呢？小色既能来，休能去的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啦，快在侬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为不得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那搿里有点零散个阿头银子，侬拿得起，可不能去而复返。小色即是眼蒙求妾，这不是你人夫本能人子，当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儿我与官再到襄阳来，不管不地臣妇们。好，从今日你在不管襄阳来，莫怪姑娘不留心，现在进门站起家，二家进门管家进。公爷，小色社会要是有了功名，你我还想与功名啊，敢不能听懂？你这是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摇起牛打，足蹬上去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叠贴进外穿我。
们几经谈香来妹妹伊，那穷气兄弟哦，穷气兄弟哦！哎呀，红云啊，穷人的雨伞保不啦，快叫伊从后花园家出去，花园家出去。什么恭喜面子不着情，恰原来是配爷娘，配无情。那黑花园们谁在前面？你伺机越家，伺机出去吧。这真是古龙一样早传奇，龙魂千岁被下心。小婢彩萍奉小姐之命，请方大爷吕布。小姐啊，是啊，小姐是神父千金，也算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即是此小万状告你家小姐，使我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啊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金标的灯丝英勇憔悴，令人悲。当年是中标相思似水中，今日里唯愿陪母小弟万里，表弟请说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师错了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娃娃没讲完呢。表弟请。不知表弟何时到此？今日才到，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举母大人在家，可康健否？托付穷尽。彩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，不用了。那点心去。谁来用汤早就吃饱了。哎呀，母亲啊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常言道，千朵桃花一时啊开，此情离别好快啊开。何况我人家身受方家恩，怎能够关注相逢情啊你归？君子愁应不随从，难怪表弟无门归。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河南，青梅竹马两无猜，举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对更比是母爱。自从我
我家前襄阳，地家暖波少往来。平日爹娘常到亲，举母娘的恩德难忘怀。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心痛日与灾。今日难得表弟到，关若团聚重相会。实在家母应受在，一言不语须见归啊。姑娘胸骄要的好，真被有别就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难救虑，表弟莫用多理睬。表弟你不用千里到襄阳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位？我母亲啥也不当事，与其亲在离呀来陪啊。小弟离家就出山，昨夜已是腊梅开。有子才华是母年，10夜一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在，有子离家已10句，你莫在，举母娘月年盼儿归。陪我兵命老弟弟，娶妻娶母襄阳来。哦，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尽读书，但等来年父成为呀。表弟呀，我母亲年迈难援引，有否曾经不便来，一片好心的老妻，且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啊，堂上为我弟弟在，难道你不去慰慰？表弟你不必而应匆匆去，弟弟曾不言谈。表弟呀，能否求留第二轮，把驸马送你回呀？表弟是只能想待刘芳清，他怎知我男儿日子难更改？表弟呀，我本当缺少英门风，家里有无是女儿才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横无丧子难飞归。今日师弟十里去，他年否进来听才。但老表弟向故地问好，是小弟告诉你。表弟这一要归，预计也不便强留。彩弟，你去取银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，先走路上应用事。去嘛！小弟
弟有言在先，不就臣服吩咐？小姐，方大爷也不愿请我家老爷，而不随我家名字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表弟他立志不随本分明，空谁怎能大家归？想起了方家一座真是他，在我娘亲在家当不是我牛逼归上送表弟，结花仙不叫恩配。表弟他来在府是一套分，我在顺风破既然表弟不随我家分文，那预计又把关点心送与表弟路上冲击。臣夫之物万难领受。这是预计与表弟准备的上元糕啊！好看菜，好看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使小弟心领了。这是预计托表弟送几句母娘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深信预计一片小心吗？是知小弟真名啊！翠萍，你被方大爷再次捎带，我去上元糕来。小姐，去上元糕，我用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取。翠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啊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几时嘞？哎呀，方大爷，他不随神父一分名字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方大爷，你此去无暖，路途遥远，你空手而归是我死的。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。哎，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口袋领赏得来的。你不随，岂非把我当作老夫人一样了吗？这，请问他的姓名？我是小媳妇中幸福的，查问我名叫翠萍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不如情，不见丫头小翠萍，今日回首大金。
然作了流程。难道是这糕点乃是林子先操作？难道是吃了会变长生不老的老寿娃心？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的陈官爹，我本当不证明大为人娘亲，只怕丢失才中途，岂不是没有为表姐一片心？大爷抬头不看背，莫非对娘所相信？彩铃皮子多伶俐，使得我们也快无言难出声。请表弟多心生一猜，他那指定心事终于定心。表弟呀，语气叮咛不必，望表弟上用到千万要留神。小姐，方大爷早睡起下了。表弟，因我今日分别，不知何生再到襄阳。但等小弟月公阿明，再到襄阳团调情。今日分别老内配，但愿相逢两有情。不管你功名人不人，切莫要打断襄阳的马行。表弟。求上才家可好？家母托付安康。安康就好，安康就好。哦，现在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放本拍马。是的，小侄思
心切，不能久留，盼望故地死才。贤臣呀，一别匆匆10余年，长江去扫年人年，只为那年年兵来关过东，诸葛云山如盘前，烟红映团难算星星颜色到此间，啊来来来，跨彩故地回家去，与颜色接风拜举言，只为离家思亲切，在此坐看图不变，离间故地算是最，使我小人离不闲。铁臣，你不远千里来到襄阳，怎么进了姑娘求走？难道是只有你姑娘就没与我过地了吗？故地必是小人目无正长，这是姑娘。哎呀，贤臣，凡是与我过地作主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哦，这是今生乃是故地菩萨他手，你也该回去向我拜仇啊！是此故地在场，待小人拜仇。哎呀呀呀呀！起来起来！这里又不是仇的，你怎么才自作仇？放本拍马！故地要我为父，诚难从命。这是为何？方才独生姑娘训教，只是小人放肆地说了一句：有关再到襄阳，副官不到神府。哎呀，贤臣，知情不从，非同外臣。即使有失言之处嘛，何必当真哦？故地非是小人坚不从命，是国讨三军苦得帅，匹夫不苦得其子也。呀，君子成应高水松，难怪眼神如满墙。也臣呀，你去年方成两家亲情深，比同一般不情长。你姑娘自言虚心他，言出万心绿襄阳。我安排出马进去扫，从此两家与靠旁。故地一片自人意，快流放情思襄阳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骨肉情，不解故地情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是聪明好，想起了蓝云堂上姑娘，今日里我实在故地回家去，只空手起风浪。故地呀，深情厚意我心记下，小日是有关之日艰苦娘。陈国有子不能相强，可是故地怎能让你空手回去？放本，你快回去整理营帐筹码，都去王京送燕人回去。且慢，
小子早有誓言，不就臣服分分？哎呀呀呀呀，先生，你我姑娘都去，哎，怎么连我姑弟也才去内呀？是啊是啊，怎么能够连你姑弟也才去内呀？本王姑弟圣贤，老爷，方家只与这丹顶同庙，你不早迎，谁来早迎啊？方本，我4月逃离。啊，先生，我有一事同盆，姑弟何事？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定亲？尚未定亲。哦，尚未定亲？哎呀，天生呀！我身为公卿，为贤贵，可惜是别官之意心肠。我要将小女终身许，配与言人可相当。姑弟此言差也，小人穷不立做的，大发老母受分堂。还呀凤凰难匹配，贫富原是不相当。故地修得来清虚，自空愁不红啊脏。此官标记终身事，万顷城中30两。言人莫用再太子，且听故地去家当。想故地当年流落胡乱地，写得美文苦难当。差比你祖父临安台，我也有京城好风光。如今是方家只有你丹顶子，故地我年一半不负二郎，两家岂能分彼此？故地当年亲生娘，我有心谢你做东厂，人什么不得与门当？故地在梦故地许婚姻，此时还需心商量。小主人，这是老爷亲口相许，我商量我是必得高堂老母命，岂能留此在他乡自当？不是你的尊长吗？哎呀，是啊！今生我故地亲口许，你回家比我有何妨？小主人，快快命令，这属实的。定亲万须应聘礼，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。况且这8年他是许承宗，中间还少一美人。不难不难，实实拼命嘛！哎，看你高中之后慢慢过来，实实没什么。哦，no，举手听见菊花音，或许红丝昨天
人，我还是第一次做媒臣你。自此，小侄卷起答应就是。哎，既是答应亲事，还是什么权切而事哦？小主人，还不快快接过你岳父大人？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小侄小婿拜见。也许起来，放本快来见过姑爷，见过姑爷，放本陪马。是不的，姑娘家里我是不去的。小婿早有之言，有关再到襄阳副官报道神父。天时不早，小婿就此拜别。天许。你是要回来的呀？小婿记下了，岳父请回。小主人，替老奴再送你一程。老人家天昏地冻，不劳远送。小主人，你要保重啊！也许一路顺风，早返家乡。有望亲回。
气。滥用当时也有人儿，终身难忘我心牢记。这官店乃是陈家物，我宁可我死自保。我乃平安之身，哪里来的买路钱呐？包裹里什么东西？包裹里那些包关电信。我要我亲自同手保证。待我这与你滚滚消失了。拿来。谁知我曾穷气度半生恩义，今从怪你两太小，如今失落怎知他深情意难得
不去大喜上眉。哎呀，小姐不愿下来，那么带我去摘几枝梅花嘞。你去摘吧。是。快去蓝云堂将紫塔取来。是不，也不在母亲那里。那紫塔现在哪里呢？弟弟是在3日之前，女儿已将针织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这才回不到天堂，结业婚子把他当，名字传承他亲人，有家一般不良良，看不过，看不过什么？长期长，同老之间同心气，同心气。我说是我家之盆，弟弟，这是他落在何人之手？落在那强神之手，落在强神之手。小心，女孩，小心，女孩，女孩，女孩，切莫悲伤，为不把那糟蹋之臣送过
是自他以为成长兄，记得我相会并归，为两行。表弟呀，即使你一朝杀生活，也难免东外谁观望，何况是银囊配金无分文，空谁怎能返家乡？哎呀，表弟啊，是今是吉凶祸福难猜测，我只能摸索去问谁配相。但愿是天下也有相同的，但愿是刀口有时出神脏，但愿是自他已在表弟去变作靠本上，君多做非比相，表弟呀，你身上有长河短，岂不是方家就此结上香？举送庭前空虚魂，美满姻缘难人伤。想不到我生他为好凡生活，来表弟一恩中天把你伤如今你从未收留到我手，凡事在我天手上。莫非你远走千里把日跨，又为从托返襄阳？莫非你南沙归国救自己，中途逃脱为我帮？哎呀，莫非你呀10余年听不懂襄阳话，天生一副贴心肠？莫非你呀送夫弃兵呀，表弟你与我母亲心一样？你为我张龙作呀不为我恨不得参与自他了恰着当年朝夕相思，这一表弟
人算至襄阳一面。禀大人，传至襄阳一面。我听得襄阳道，就地从灵。李生多学，李生要与二舅之邀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官孙改着名字，就在前面帮我，不准惊动地方，不准走漏风声，只有为在从着多少。说去准备衣帽和英勇不平。是。襄阳啊，襄阳，今日从里，怎不叫声错尽神经呐？相今日传公则归在鳌头，欲比青边插地方，无奈心间生生怒，安在不扬前心肠，官若无情绪，儿女配婚姻，千里送迎为我娘。写表记落秋，平间曾知他，深深相待心意长。老房本与小彩屏，西中宋太我更难忘。此番我代天欣赏故乡样，我不免有关该拜吴官阳。一来是私营茶坊民间情，二来是知恩报得心愿上，三来身边是姑娘，看她是对变心肠。堂上姑娘变了样，往事狗笑不边讲，堂上姑娘不变样，莫怪我一笑晚上手一样长。丁大人与故作伴，唐今老夫一概齐备。此次更急是何？是。哦哟，他今小寡个，可连镜头都不拿当团在。老夫人，我暖方大爷来在。哈，我暖方大爷来在。方阿青来在呀，可哪块有光景事务啦？民间大不相同，
懂？难道伊做子官啦？哎，做了官嘞！哈，伊是前面做饭，走，后面雨过，蹦蹦蹦，做了3品头啦！哈，做了3品头啦！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祖上记得，我少娘教子有方。还算老糊涂，龙眼失宝啦！哎，红云啊，搿伊是吩咐外甥人，还是在内廷盘中啊？我看啊，是吩咐外甥，搿哪一生人？江西省哪一道呢？老夫人，侬倒猜看。小丫头，还要老夫人猜看嘞。搿套台当中嘛，要算大兵个顶头，兵备道不是，多两道啊，不是，哦，盐茶道更加不是嘞。哦，搿一定是师傅道懂嘞。老夫人，侬是一猜又不对嘞。搿究竟啥个道呢？伊是龙虎道。龙虎道？不对呀，搿江西嘛只有龙虎山，哪里来个龙虎道呢？老夫人，伊是做了龙虎山上的道观者。道观？搿难道伊出家啦？出家不晓得，只见伊对道帽，身穿道袍，随披一只帽子洞，外两只帽子板，这只蹦蹦这只蹦蹦在江湖唱支道情者。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祖上缺德，生出搿种介个没台之身啦。搿老糊涂，偏偏把我个宝贝阿囡许配拨搿种介个穷鬼。干么现在人呢？拒在外面，拨我叫伊进来。是慢，就是我有请。是。会意还有个张面孔来见我啦，气死我！真正气死我！方大爷，请啊！姑娘才上，小手风情拜见。多闻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才上，小手风情拜见。哦哟，我倒是哈里来个蓬莱道长。哦，原来送个十二是放宝贝来这样。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丫头呀？搿人也不淡，地也不少，搿岂不是要帮娃子放大一个数毛，龙恶草放了一个红袍？姑娘姑孙求心悔改。阿亲啊，侬请坐，请坐啊。姑娘才上，那有小手的错哎。搿有话要问问，侬只管坐动。此次告诉了。那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丫头啦？搿方大爷来了嘛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个，搿也好让老夫人头顶相盘，出话快进。搿现在关进来时嘛，岂不是又要拨人家讲我是从夫弃平啊？阿亲啊，搿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，侬千万不要见怪啊！姑娘言从了。喂，不对呀！搿只活出上去年来个辰光，一夫穷相，颗粒大小。搿今朝家来是红光满面，最有最香，搿所有所香。红云
上话。老夫人，搿一去年来的辰光，出自大爷说有关再到襄阳无关福建姑娘的，搿伊今朝家来时，判断啥个道理懂啦？老夫人，你是讲无腔呀？哎，要小心点，小心点哦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家去盘问你一番。阿青哦，姑娘。我个十宝贝呀，叫声放青色宝黑，长空花儿难得开，东风飘来西风吹，那一阵好风吹过来，今朝吹到襄阳里，两边船光照着那归娘休得取笑，这叫做功名本是名利的，富贵从来不由成啊！老夫人，这闲话是侬讲过的呀？我看侬是对远远送那个好，定能对对无纱帽，侬是自愿负担还言笑，特调无所我爱相吊。小日子家满头皮皆有笑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是一时间家生啊得好，定能身穿大红袍，侬是三品五品还言笑，特调红袍我爱自袍。小日子足见低又见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三思修来个罗环家坐等高须盘当道。小日子如是家长谁又笑，高须正香做上套。姑娘我已想法高，我命里不管休去呀笑。阿青啊，看侬有关没关？哦，还想玩得过我姑娘个上眼睛？哎呀，主管在，主管在，红英啊，快点吩咐了去，花厅把酒款待方大爷。拜见方大爷。哦哟哟，他都变得好快呀！姑娘，哎呀，姑娘啊！小日子命运贵，望有不顾同金财，荣华富贵无闻，名落深山万年回。我只得一曲陶琴到此唱，自满一日走天夜。这屋里糯米布，穷乡你来摘。阿青啊，噶么侬是没做官咯？我有做过。噶侬没做官吗？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日不管心
来到襄阳来，都只为么路女本县张铁口，他是我们一西亭能面三牙仔，小灯苦他灯苦，官用行通三十是一个啦，老夫你一直想与小姐完婚的呀？可啦，叫穷心为态，实心告状。阿青啊，干么侬当真没做官？当真没有做官，果然没功名，果然没有功名啊！干侬没做官嘛？姑娘辣辣花厅把酒，搿岂不是编织取笑侬在？小的早色不管当啊！三块，老夫你吩咐了去，花厅拆去酒菜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这我是啥小东西汗毛淋淋打来，有啥好笑啊？我的小女姑娘啊，笑我姑娘做啥？小时的话我没有讲完的。哦，侬还没讲完啊？干么侬再讲了去啊？那十岁之言嘛，乃是张铁口所讲，小人们岂为轻易听信啊？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怀婚，这叫做大等苦之会，小等苦啊！搿只我出上或真或假，搿非要真个组织过咯。阿青啊，搿听侬搿样子个讲来嘛，侬还是组织官了啦。一个小小的官啊！哎呀，说对了，哦，说多数多数。阿青啊，搿侬拉一定组织个大官嘞，大官，哪，搿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还要瞒骗你？姑娘用兵，侬说了一趟，说了一趟。天龙之命理相近，不远千里后知情。独生姑娘好教训，立志奋发救公阿民。不因中途与他道，强取宝囊难杀心。直到命丧异乡地，才知道么些次逢生与救星。来了江西必用险，大酒小日上京啊城。这真是我放假祖上这个五色过于多哦。哎，阿青啊，侬吃茶，吃茶。茶道吃了去噻，做官不做官，还不晓得打嘞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么后来，姑娘请听。礼部称为二月里，马蹄大鞭行花城，七篇文章山上笔。经典传入苍心阿明，天子门生三定家，长远界的巅峰啊亲！哎呀，恭喜十儿子，好喜十儿子啊！十儿子啊，我听那姑爹里东讲呀，搿团明上元是要有家3日来穷临赴宴的呀。是啊。新今是300名，纷纷齐出无少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百年兵，也去赴中啊里。
娘个这个东东讲闲话，忘记他把我个常员公接风姐，奥运上快！哎，大夫人，军人为的把好动啊！老夫人，侬不是讲不要了吗？呀，是我对啦，哦，少准备上好个酒过款待上员公。上员公，是呀，是。阿青啊，姑娘是越想侬越会出色，可越想侬越会做官啦。哦，我管快叫那姑爹一马追到举松亭。哎呀，搿只老糊涂啦，一碗不肯来，我是没办法哦，叫个方本老总管压得起个啦。乃么好在好在，乃么侬组织过来，来，同姑娘一道花厅用酒，花厅用酒。呀，姑娘，小时的话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侬还没讲完啊？看么侬再讲了去呀？姑娘，请听。承蒙昔日精神上，同饮于此酒塞牙针，再杀手当今日，不言乱语马大神，天子闻声龙啊烟怒。阿青啊，搿侬是唱子何在？是啊，将放情各则还乡为是命，因此我放情还是就放情啊！没奈我流落江湖唱到今。讲这半天，还是个为什吧？搿侬都，搿桩事情还不好随随便便打来，不伊搿能一些做官，一些不做官，弄得我老太婆是昏头昏脑在啦。嘿，我倒不是叫伊唱乐吃道情，试试伊个真假。阿青啊，跟我看侬算那雨过肩拜，跟侬到真的会唱道情在。是啊，跟侬到唱乐曲，把姑娘听听看呢。姑娘要听陶情，小日总管献丑啊。不放肆，唱得好，姑娘重重有赏；唱得不好，做姑娘的也不会来见挂侬个。姑娘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是此小日献丑了。我老早身上之耳朵来等侬唱在。这雨过一桥，可以唤醒世间名利康。这肩伴一笑，可以提醒苦海梦中尘。好，定家庭，那么明白懂在。要是没学过一年半载，哪里会得唱得这个有白有啊？我出生，可想拔出来在。我要叫个老糊涂出来看看一个宝贝女婿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跑。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哟。是的，是我请侬来的，请侬来看看侬一母再到举松亭免许终身的宝贝女婿。哎呦，是也有了，这真是牛毛当园区，蓝铜当黄金啦！老糊涂啊！今朝请侬出来看看侬个宝贝女婿，如今学得一身好本领，会唱到家苗巧，请侬出来听听哦。陶情有什么好听的？
我听到请且许家常。今朝个道人啊，非听不可。哦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好，那么也许你就与我大胆地唱来。是，那么侬好唱嘞？不胜负啊！素琴雄华有大志，民国精神不灰心。啊，父亲，你可知道素琴的故事吗？唉，可怜素琴当初得不到功名，全家人都看他不起你。我听得懂个，用不着侬来解释，侬把我说懂。也许，那么后来你到来变了心，穷素琴成了富贵人，落魄风香为家转啊，啥事忙为了一家人啊，不言少头顶相关贵人，十里定啊，我也没笑这素琴啊，可叹世间万语素琴少，只剩一山不成情。啊，父亲唱得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那么也许你就再唱一曲，慢慢讲。我非要听这。你不要听，我要听。也许再唱一曲。叹人生死里情，骨肉心呀当有病，骑兵来负情不成，死里自生杀苦恨。好在，算侬会唱曲道人，就好来说蒙侬姑娘在。要是侬做主官，可还了得啊！也许你望到空门之所，立你为先，只能冒犯征召丁长姑娘，真是荒唐啊！荒唐！老糊涂，这两句暗话还算中听啊！也许还不快去向有谋大臣赔礼，慢慢讲。老糊涂啊！侬真的要拿宝贝阿孬许配给搿种介个穷鬼呀？哦哟，搿岂不是好雨落荒郊，好花出在女坟上栽？老夫人今年已经把好动在，好在上在下在，上院一边拉头牛在，还缺啥个逃命罪啊？你呀，你真是牛眼不识宝哦！侬龙眼识宝，识得搿样子的活宝。女婿唱道人，阿侬做陶师傅，侬跟来后面随随同的。也许机遇到来，就该接受完婚。老糊涂啊！侬今朝非与我退掉搿门穷亲，我是不会同侬关系的。怎么？你还要退亲？一定要退！不退！侬不退，我得侬拼老爷，禀老爷，门外来了中军骑马等人，实是前来人接切身询问大人。去！哪里来个七上新王大人？表示高
请大人跟你。此次正计是可以抬了，要拼嘛？也好拼了。哎呦，老爷哎，老爷，侬啊不要再说笑话了哦。侬同我真会看不起我娘家低低清清的侄儿子啊！当初我是怕伊得不到功名，用去讲法接近一个啦。此次你不抬了，不抬个也不拼了。哦哟，老夫老妻晚上撒个好气呢。好，那你从前有话才行。倘测也许有过，你蛤蟆都连头顶香哎哟，老爷，侬啊不要再趁火打劫了，侬啊还是快点进去换换衣裳，做侬个上人老头去。放本，快来人啊！上古董劫财，下红砖铺地。今朝我娘家低低清清的侄儿子，要等我个宝贝阿囡完婚在。有啥好笑？今朝小家完婚，还不快去做事？我们还要换换衣裳，劳劳绵绵，做我个丈母娘去。